好，咱来讲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，就是投票。那两边拢拍拼宣讲，也总统赖清德下暗要进行团结国家10讲，是去好那边即个讲是想要消灭在野党，也另外这边是批评转去讲哦，那边则是为着政治的利益来操作，也强调讲赖总统是要来团结国家，才会来做10讲的这个活动。 总统赖清德受邀请参加国际舆论社活动，也是正式展开团结国家10讲系列活动的第一讲。主题放伫国家，赖总统强调，团结守护国家主权是每一个国人拢应该爱承担的责任，应该共同面对中国威胁，包括强化国防、强化经济韧性，以及解决面对的各项问题，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并吞威胁。对内，赖总统也发声调侃，应该团结共同面对挑战。投什么？统一大连。花口和共同启动反罢免造势活动，第一波有24个南会面临罢免投票。党主席朱立伦日前回访上北，再去先到新北为南会张志伦徛台，下晡搁去台北为5个南会造势。暗过对赖总统启动团结国家10讲，朱立伦搁接旗，要为大罢免添茶火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口说是斗争10讲。为了促进台湾社会的和谐，我非常乐于跟赖总统 针对人民关心的10件大事公开对谈。我不知道总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团结台湾，还是为了团结他个人的权利啊？只为一人之私、一党之私，就要想消灭在野党。民进党党公职也启动协助罢免南会陆战。民进党唤醒高警日前到台北市上港市场宣扬理念，强调尽力协助全台国民团体大罢免活动。就算也伫个保件误件，南会罢免案也共款尽力。面对7月1号第一波立委罢免案投票，那热拢扩大罢免反罢造势，攻防战一直咧滚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